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有知道啊，亚夏天是虽然渐渐的回到秋天的季节咧，不过啊，若要日头红的冬啦吼，你若要项目吉普路的，就会流汗流到汗流满咯。故说阿群妹啊，接着就会去下海船啊，去浸浸的海水，本起啊消一消暑气。不过除了去海船做得不要那么热以外呀，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好蔬菜做得去消暑一下哦，黑马该蔬菜呢，就是博物馆啊，博物馆底度，你看有按到展览好看，韩国又有人气好彩，系唔系当好嘅事情啊？故说，你今日节目底度就爱同大家来收集一位画家，一位先生，佢也下出爱啲啊国立历史博物馆来拍出来一展览来演出咯，日日来分享佢係苗栗嘅画家，來分享江龍芳江先生。阿佢妹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江龍芳，今日一榮幸來參加一個福喜來嘅節目，我來談一擺我哋國立歷史博物館嘅展覽，好請大家指導。歡迎先生來到呢節目後，給我們蓬蓽生輝啊！哪裡？因為其實啊，先生人嘅畫作啊，嘅風格動體撇動體書，佢嘅用色是非常鮮豔、非常大膽，筆觸也是非常特別。也擺出愛啲啊，歷史博物館來展覽。是。哦，韓國嘅聽講，亞洲博物館來展覽，其實愛啲啊，地擺展覽係冇咁簡單嘅事情，錯冇？係，對我哋美術界來講係算一困難咧。真的，所以不容易啊。大大小小的美術館都去展覽過了，但是要在歷史博物館展出是不容易的。是的。對，費了很多周折，是不是？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對。要對頭到尾啊，規劃了幾久的時間，這樣成功辦展。Baby 有參加有幾年以前，後來因為想要有個新的作品而展覽，我又要求講稍微慢個半年樣啊，結果冇想到一年的叫嘅時間。哇，唐公家咁要幾年嘅吼，2年人嘅按叫嘅時間。因為想參加到地方展覽也一多年，真嘅。長。哇，故說真嘅，我去到地路展覽冇咁簡單。韓國一開始咩辦呢一隻開幕的記者會，來嘅當到貴賓，錯冇？係唔係長？來嘅按到乜嘢？按到嘅地方有嘅像前年呢，文化部長，還有嘅講嘅歷史博物館長以外，還有那個以前嘅史泰教書王秀雄老師，仲嘅廖修平老師，還有個新竹縣嘅縣長，邱慶存縣長，還有個一擺嘅那個白鷺鷥基金會董事長，陳奕秀董事長，還有個以前係比利時認識。你去台灣做過嘅比利時嘅台北嘅閔子勇先生，是一道當到貴賓，就像你亞夏發面紅看到嘅開幕的時候，非常嘅鬧熱，地都動到你。是。對，韓國因為地波亞伯有一隻動體書嘅主題啊，係假嘅。啊，故說我就有看到個新聞講啊，個新竹縣的縣長啊，邱縣長對啊，假嘅動有興趣哦。是個，最近在拜訪過一個邱縣長，邱縣長一熱心，然後伊就想去講，今年做一幫到假為題材的東西啦，伊想明年就假年啦，伊講也許一道地方伊做個文創方面呢，是。古時候欣賞的畫風啊，真嘅係得到各界的讚賞，都冇簡單，亞伯有都冇簡單的到歷史博物館來展出。不過啊，其實欣賞的頭擺讀書讀大以後，其實老師你是接受台灣正規美術教育的，就一直以來都在美術的教學體制下的。是的，我本身就個時代美術內啊，美術內畢業以後就要選個服務嘛，因為我以前受個公費教育，所以要選高幾年的書，是。唔過先生教書教嘅有一久嘅時間，大概有前頭有幾年，因為我哋4年選11年，然後當2年兵，再服4年，有個以前的公費教育出來安尼。
然后将上去出國留學。係啊，我就會想去問啊，就因為教書係當問題，韓國就係每做啲啲學校得到當到新嘅，比如說學生可以互相交流啊，咩當神奇啊，唔過線上簽嘅你就唔會搞誒，你就去比利時去出國去進修。這是不是要很大的勇氣？做乜該不會出去進修？就是自己的理想啦。因為畢業以後，我一面教書也一面從事創作，但是創作方面也碰到一道困難，因為樣總會想說有機會啊，在進修啊，尤其個歐洲方面啊，個環境在美術方面很好。總是希望能夠這個出去看一看，增廣見聞，增強自己。所以我當時就毅然決然把工作辭掉，就到歐洲去留學。歐洲一開始就想好要去比利時，也係講有想好有其他東道所在，親密當決定要去比利時。本來我從一般的留學生傾向，剛開始我想去法國，結果法國當時講有年齡的限制，講26歲以下，所以我當時因為超過時間，超過一個年齡呢，結果安都和比利時方面有朋友聽說，還是轉了比利時，但是誤打誤撞，到比利時去反而得到較多，學習都較多，較多，用嚟講係較多呢，因為像我哋啊，經常就會到比利時讀書嘅一段時間，接觸了一個非常有趣，也就是老師現在的風格，它叫做眼鏡蛇畫派。眼鏡蛇哦，老師是不是第一段時間這樣接觸到眼鏡蛇畫派？一做得嚟講，以前我係讀大學家，我就喜歡一個表現派、個野獸派的東西，叫做筆法比較粗獷，顏色比較豔麗，看個人表現性的。按都後我出國以後呢，入到亞學校，真正是進到我自己很理想的學校。因為亞學校呢，它是一個很現代的。首先是從德國包浩斯創始人范德威爾回到比利時來創立一個學校，算一個新的學校，以包浩斯教學為出發點，看的啊。然後呢，按住後那個教書，從那個處理教書，還有跟那個演講呢，對我都一面性呢指導跟鼓勵啦。尤其我演講亦有名，也係眼鏡蛇畫派裡面的創始人之一。哇！所以講一度嘅新聞首先講起我得到嘅演講一太幫忙，一太給人鼓勵。哇！就係按你欣賞的，哇！對啊，眼鏡蛇畫派有很多嘅策略，像欣賞，你看一種相片。哦。也個最後我畢業嘅時候呢，5月份、6月份畢業，但是我7月份就去到比利時嘅展覽，也係我嘅演講，隔壁做我演講，我演講一鼓勵我，本來有機會提嘅我嘅包浩斯創始人之一，創始人范德威爾紀念館這個展覽呢，都我從演講來講，我就從那個太傅嘅化妝面前嘅合照拍留念。畢業嘅時節，畢業嘅經驗，就走在啲比利時來有一個畫展的展出。是。哇，真係係多麼簡單。一大榮幸。懂聽。不過剛剛欣賞有講到啊，像有講到表現主義，韓國沒有講到野獸派，又有講到眼鏡蛇畫派。就得同大家簡單來紹介一下，先講眼鏡蛇畫派好了。馬該很多眼鏡蛇畫派，佢嘅風格係馬該。剛開始我去國外轉了以後，我去台北市立美術館開畫展，就很多人利用我以前那個新聞時候去講眼鏡蛇，其實他對眼鏡蛇不了解，以為說我畫很多蛇就是眼鏡蛇。其實眼鏡蛇在歐洲來講是非常有名的。它是這樣的，我簡單介紹一下。它是1948年在西北歐、荷蘭、比利時。還有丹麥成立的一個藝術團體，剛好呢，都喺第2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以後，就整個美國方面流行一個抽象畫。他們這幾位畫家呢，就認為說藝術並不是一個流行，應該是沒講太過按你忘啊，就停了。不是追隨前衛的，應該回到自己的一個主觀去搞，因為每一個民族族群都有他們的文化背景。應該你把你的文化背景給它呈現出來。剛開始就由這個3個小國家，荷蘭、比利時、丹麥，那個眼鏡蛇就是 COBRA， 在英文發文來講都是一樣的寫法，只是發音不同，一個 Gobla， 一個 Gobha。
他们就用这个3个国家的国都，啊，西欧就是哥本哈根嘛，B 亚就布鲁塞尔 ，A 就是阿姆斯特丹，他们把它结合起来，CBA，COBRA 就变成取中间的字，就在英文法文来讲，就是眼镜蛇的意思，跟眼镜蛇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但是说有关系的话，就是这个画派很活泼、很生动、很原创性，某些方面是这么样个情形的，是，真的可以很原创性，因为讲喏，因为我看到去眼镜蛇画派，我去搜寻，我去看起来画风，还有它的灵感来源，也看到一只，其实可能会对小朋友，也还讲可能是精神病患，他们是发自初衷的创作，然后来当做创作的灵感，是不是这样子？是，它是一个很主观、很原创性很强的，好，我们讲配合时代潮流啦等等，但是呢，眼镜的画派非常重视到一个人性的表现，所以说你看眼镜的画派，你它是有画风景，它是有画风景，但是以不管是动物啦或人方面来表现人的一个情形，它多，所以我很赞同这个理念，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也是一样，都在我作品，但是都用通物、用拟物，像比如说各种不同的动物啦，或是以台湾的原住民族，或甚至我最近的佛像系列，都是以人为主，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风景方面出现的较少。哇，各位观众朋友，有谈到眼镜蛇画派都有兴趣，有谈到欣赏家下佢讲的，佢发的按到通物，甚至耳相、腹相也都，大家係咪都有興趣啊？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去同大家小姐欣賞嘅畫作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都愛同大家分享係講龍鳳先生，也為啲國立歷史博物館又有展出了。好，接下來講一下佢嘅畫作。其實家下有談到先生小見人嘅作品，對，小見人嘅風格啦，小見人嘅風格，不過是西洋的畫法，然後是用油畫的方式來畫嘅。嘿，不過我知道有一件懂神奇的事情，嘿，用嚟講呢，因為油畫是我們西方的一個從西方來的一個畫法，是，對，但是老師跟他講，佢畫腹相，呀腹相係源自東方的腹相，對，對，你想愛摸一下欣賞，因為我想愛用呀西方的美術方式來畫呀源自東方的佛像。哦，是這樣起源這樣啊，從小啊就跟大人同樣，哈，常常拜一些這個道教方面啊，拜恩主公啦，拜這個佛道教，佛教都對，都很會查，懂傳統，媽祖啦各方面等等哈。那然後呢，我媽媽是一個很虔誠的一個佛教徒，好，所以有時候呢，我也受她很多的感染，常常她看了佛書以後，會跟我談一些事情，比如說鼓勵我們啦，這個慈悲為懷啦，哈，能夠能夠布施，對，向善布施。我覺得說這個每一個人心中有佛很好，他就不會有什麼作惡或是其他的，心存善念。對啊，尤其我們現在的社會都很紛亂嘛，哈，是這樣。尤其這個，假如說有這種的話，就是非常好。那我會畫這個方面，就是因為我起源於我對佛慢慢有個了解。那在開始由我很多的這個動物題材轉向於我們這個東方，我們這個題材來講，我就轉向了以佛像為主，是這樣。按斗眼這樣開始。按斗眼底部，對，我一直想說，我們佛像一般來講就是用工筆畫，用水墨，清清淡淡的勾勒出來，是，或者是一般的畫家，西畫畫家把佛像畫得像石膏像，畫得很結實。對，很結實。那我就想說我，像從事一個洗髮方面一句哈，我想說我利用西方的色彩觀念來呈現我們東方的佛像，而且佛像裡面我就多一點選擇，因為佛像裡面太多，我們東方太多了。日本有日本的佛像，東南亞有那些，西藏有他們的佛像，
那我就想说，我选择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它接近我们生活的。像是这里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常常看到啦，或是我们这个像比如说敦煌的壁画等等啊，很多人去旅行啊，还有我有到过一些国外的，像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啦、大英博物馆，还有法国罗浮宫，就很多我们早期的尊贵的佛像，被他们拿去了，储存在那边，他们木雕等等，我就。刚开始我就取材，大家耳熟能详的，很慈祥、很庄严的佛像，由那边来做题材来做一个主题来表现。对。不过欣赏爱吃到，其实可能也个画册啊，也看前面同后背。两个色啦，用在公鸡上跟用在佛像上面用色是不一样的。哦，是。对，我觉得在佛像的上面的表现让我觉得比较温和，哎。是的。对。因为这个等于是一个一个佛像的一个慈悲，对，慈悲为怀那种哈，那个慈悲就是那种感觉啦，给人家一个非常很亲近、很庄严、很神圣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对，所以您的用色有选择比较淡。对，比较淡。不能够用这个动物那种粗犷，对，那种来表现。但是笔触还是用您熟悉的那个笔触的方式。对，我想说画的比较清淡，让那种很高雅、这种很好的感觉。然后在背景方面，我就比较强烈，让动静之间浓淡之间有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变化。真挺，韩国爱吃到有一天，我觉得有东西方结合的感觉。有，尤其从我这个用中国的一个书法的笔触、笔法墨色浓淡轻重，还有我的画里面这次留的更多空白。对，在我们水墨来讲，留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让人家看起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在西画里面少，所以我就想用还有我的笔法呢。看起来比以前来的流畅，像有点水墨，有点像水彩一样，比较轻快、透明感。这些都跟我以前透明感跟以前画个通敷也得看冇同样。当然，这个也是我比较老练的一个处理方法。是它还有这样演变出来新的做法。笔法的变化产生很多不同的一个空间感。真的耶！这也就是我在空间的表现方法跟一般传统较无共样。较无共样。对。好，处理家哈好，你讲起来也互相的部分啊，韩国爱吃到我和东上的第一就是加，你有讲到加工的部分。哇，要加工又是完全无 Q 用的画风咯，要就会色彩鲜明，笔触非常的粗犷，非常的有那种力道的感觉，对不对？是。对啊，你刚刚讲起，我们都是苗栗人啊，苗栗人都是农家子弟啊，都是山城嘛。对。在家庭来讲，加工对我们来讲印象最深刻。我卡地巴，像你刚刚，比如说客家人啊，都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的所以常常有个老人家讲天公亮了，地大了，公鸡叫了。个一般的人工作的人耕田手错多出然后工作的做进行了。学生就开始读书早读各方面。你看看，都刚开始客家的一个勤奋精神，就在公鸡一天的开始为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公鸡很重要。按照动物底巴最接近我们的家禽就是公鸡，它的颜色很鲜艳。而且看起来雄赳赳、气昂昂，很有阳性的感觉。在公鸡，在我们中国跟外地巴也很多人在画公鸡，像陈丹成教授啦，他画公鸡非常有名。在欧美来讲，公鸡也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你看我们在欧洲旅行啊等等，你看公鸡在路标来讲，意大利来讲，很多用陶瓷、用玻璃的做公鸡。公鸡是一个很阳光、很正向的一个东西，所以好像用我鲜艳的色彩、强烈的笔触，让公鸡展现一种很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所以说，一般来讲，对公鸡方面反应非常好，尤其像明年、像鸡年就快来了，不管是生肖鸡的或起鸡的，有没有买新房的，
对公鸡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很大的一个喜爱。真的，因为 MP 上次他可能给看到了，觉得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欣赏就用给了表现一啲客家的元素，对不对？对，那种内在的一个刻苦耐劳那种光明正大那种感觉啦。错，韩国除睇呀加工以外啊，哇，有看到要在封面吗？这个封面就是给人家一种展翅高飞、展翅翱翔的感觉。是的。对，老师为什么会挑这幅老鹰，非常帅气的老鹰来当做封面？我选材就像我们拍电影一样，什么题材，像譬如武打片、战争片，找的男女主角，跟拍文艺片的男女主角就不一样。所以我喜欢颜色比较鲜艳、笔法比较强的、生命力比较强的。对，在公鸡之外，老鹰也是我的主要题材。是这样的，老鹰算鸟中之王啦，对，一直在天空上盘旋着。那在企业来讲，它是一个快很准，非常有生命力。一个体积很庞大一个鸟，并不是像一般的小麻雀啦，或是这个小动物那么样。而且它是猛禽，所以对，我就选择了以这个老鹰为重要题材。然后欣赏像因为刚它的颜色比较深，那我觉得像这一个这一幅画，它的底色比较浅一点，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用力的笔触。是，老师，你的笔触这样子的线条是想要表现什么？它表现那种笔法的力道。因为老鹰给它感觉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很生命力很强的东西啊，并不是很娇小、很柔弱的一个动物，鸟类是这个情形。然后呢，刚刚我也想要提一下，老鹰本身是比较黑，但是我有时候艺术就是一个创作嘛，我可以把老鹰不见得画那么黑，给它变红色、变白色、变什么颜色都可以啊。所以说，这个等于是一个个人的创作。但是我觉得，因为欣赏很潇洒的线条还是完整把那个老鹰的气势展现出来。不管是沉的色、压黑浅的色，还是的那个老鹰，因为老师笔法，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它好有气势哦。除了妖婆以外其实还有哪个的作品，还有哪个的主题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權妹。今本日節目喺度愛同大家紹介係講龍鳳講先生家嘅發展哦，啲國立歷史博物館我來展出了。好，剛才你看呢有加工韓國有復興，韓國有妖婆也都有發作。其實啦，還有一張我知道真係你台灣。咩懂重要，咩懂珍贵耶？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之一，是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是泰雅文化很重要的，是。对我们一次喺咧苗栗地方，在少数的原住民来讲，泰雅人比较多，那泰雅里面最重要就是它脸部的一个情面这个部分，是以前这个情面就是在女性来讲，她能够有个好手艺，好的编织才有资格情面。男生是能够出草打猎，一个勇士才有个情面。但是随着时间，这个纹面方面现在已经年轻都没有了，已经慢慢凋零了。尤其最近的媒体讲解，大概就剩下1、2位，几乎都没有了。都是国宝。我想说，我从事艺术创作嘛，我想说这个泰雅纹面也是算是我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我想说，把他们的一个文化，透过我的色彩、笔法，这西方的观念，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泰雅纹面的一个珍贵，是这样。古时一下就要上我来问一下欣赏你发现在台湾的泰雅族原住民的这个画这个主题有其他观赏画作的朋友给你一些回馈，或者是给你的意见吗？家到知道，家个看到家的发作的想法，家个观点係乜嘢？这样的就是感觉上是蛮有生命力，蛮正向的。
一般我们看原住民，因为他是弱势族群啊，有时候在刻板印象中，看起来都很可怜样啊的。但是我就想说，让他们展现出来是一个很有希望、满怀着自信的一个原住民。所以你看，那些原住民样子都是很愉快、很有自信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很柔弱的感觉，是这样。像刚刚我有看到一叫霸气的话，对，要霸气，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头目或者是酋长、勇士之类的吧？是的，对不对？对。你看俺一看欣赏的发，他敢看呀，他看天师，就看那到哇，也是一样，跟老鹰一样，非常的有气势的感觉，是，很 powerful。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自信心啊。我们讲少数民族比你看不起啦，真的，对，讲给牧神念神啊，就知道，就说不能够侵犯的感觉，对，就会觉得欺负，他真的是勇士这样子，是，嘿，除了要懂特殊的演出名的题材以外呀。我知道懂我跟大家黑马盖，因为一张发嘎，以后呢，我在绘画、我在西画、油画的部分，来发到懂后，我可能就不会想要尝试其他的别的领域或者是别的媒材。但是龚欣赏，你跨了另外一个媒材，你从油画的画布上，跑去玩泥巴了。是。聪猛，用按都要陶瓷的作品，陶跟瓷的作品，同大家小结一下，做毛哥会想要跨媒材。本来艺术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断的求新求变嘛，不管是题材或是内容，都是一样，要让人家可读性比较多，内涵要丰富。所以啊，除了以油画为主呢，我在1995年就开始搞泥土，我在传统的美丽的上下，整个肉师傅啊，边做边画，直接玩泥土。了解泥土的性质以后呢，我想说，我比较喜欢瓷土，因为瓷土颜色大概带色较强，双颜色不较强，所以来讲，我会到很可惜的一段时间。到后来呢，我就完全买瓷土回来自己来捏造，来塑造，然后呢，颜色也自己来彩绘，让造型跟颜色都属于我个人的。我们像以前一样买你一个树胚啦，在瓶子、盘子上面啦，人家烙好树胚上面来彩绘，头发黑用配你的土牌，然后自己再来做彩绘跟修饰。对，毕竟他们很像。呀，还黑自己从头自己做。对，来做造型，来彩绘，就完全去搞个风格。真的，刚刚讲到风格，俺知道懂体属的黑。我觉得这些陶器的人物啊，就是他洗呢，比如说像这个，我看到2015的创作的部分是很缤纷、很童趣的。是。对，我觉得说啊，平常画油画是很严肃、很严谨，但做陶瓷就很好玩，就很随性，就是做出一些很童稚之趣的很随性去做一些自己想要的。对。韩国主题还有命名也非常的有趣，有女人40一枝花，还有叫太阳起床者。是。对，这些主题跟内容的拼凑是怎么想的？那一片落叶灵感。其实我还想做出来这样的像，比如说这个今年以前做卡斗通过，去年的时候呢，最近作品的时候卡斗跟人像、人头像，做一些拟人的啦，有长头发啦，或怎么样哈。有时候拟人前面啊配个2朵花啦，拟人跟鸟啦或是其他有相关的，就是完全很随性去做。所以我那个定题目也是很随性，有拟人啊，看来这个很成熟拟人发枝招展，或是配个花。头上有个鸟啊，就是拟人4枝一枝花好了。其实题目并不是很重要，而是在作品给他感觉是一个很亲切的。所以俺双白题配的西方展览噶，跟联合报记者就在刊头上就给我写，给银发族看了我的这个词作作品，看的都很愉快，很高兴。证明说我的画作品能够打动他们，小孩子看的也很喜欢，真的，因为老少咸宜。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抽象的感觉。有。对他的人物的一些五官，还有他的一些形态，都有一点抽象，就跟画又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我是一种很直接的表现出来，就等于是有点原创性，对，我并没有太多的去做什么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就说出价。看有时候那么坦然，那么纯真，
好，就像同志之躯一样的作品啦。我知道欣赏迄一个东南地的画家用的讲，因为啊，佢对头都迷，加个风格有悄悄的在演化，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内化跟演化跟学习跟经历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家，就本来就应该这么样。懂香。哪里？嘿，真嘅係懂貼片。故說我想我來問欣賞啊，人個作品按導演，按豐富。唔過唐講唔一擺啲博物館展覽出來的畫，都是中型、大型的作品。是。而且您自己其實也很喜歡中大型的作品。是。在油畫來講，因為我的顏色比較強，筆法也是不是用小筆，都是用刷子一樣，當然比較適合於比較大型的。大型作品它有個氣派，它有個種力道，讓畫面的張力較強。好，假如說我那個大筆啦、小筆來畫的小小的，很難瀟灑，很難瀟灑。然後呢，因為我是看猛烈，當然這個作品的尺寸越大，那力道感讓人震撼力更強，揮毫的感覺，對不對？那陶瓷方面也是一樣，這樣做個小小的用茶壺、茶杯等等。那個又不同，所以講一般陶瓷大部分都有60-70公分，甚至到80公分高度，這樣看起來它有個相當的量，給它感覺就不一樣。那個是細發變得有點裝飾品一樣的，工藝品一樣就沒那麼好。哇，是這樣。每次都欣賞真嘅係多麼艱難，而且我想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它，我覺得老師很像一個修道者，一個隱士，你自己在默默的進修，而且你留在苗栗。是。因為當到藝術家可能會留到亞藝術資源較豐富的都市地區，不過你知道現在我留到苗栗，所以同大家分享咗嘛解冇。但係呢個也冇同樣。當然唔會查嘅藝術方面的活動都是在都市較多。在歐洲來講，巴黎、紐約啦；歐美來講，巴黎、紐約啦；在台灣來講，都是以台北為多。但是我當時去個喺苗栗營，因為講來創作，我偏向於自己好好的專心，有個好的工作室，沒有太多的這個交際應酬，讓我很專心的。從早到晚，專心做自己的理想這是一個很大優點。尤其在苗栗有去個一發呢，陶瓷有陶瓷工作室，油畫有油畫工作室，甚至很多的作品有很好的一個出場的地方。因為台北方面就冇辦法，所以講當然有優點也有缺點啦。優點是可以專心的在苗栗創作，沒人打擾，有為了自己理想去創作，但是缺點就是跟外面的接觸就少了一點。哎呀，唔會啦，讓他仔細按發，他沒有弄懂的。我也常上台北來。係啊，讓他就到台北來展覽嘅哦。故數大家有限嘅時間，聽從我哋國立歷史博物館來看一下欣賞嘅展覽哦。今日什麼欣賞來到你節目現場？好，感謝。謝謝老師。好，謝謝大家。好。為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先休息一下，等欣賞好好來運動咯。